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大中華嘅周怡啊。港人北上探親，通關最多嘅就位於我前面一個羅湖口岸。羅湖口岸咧，同香港嘅地鐵東鐵線咧係無縫連接嘅，為深港旅客帶來咗唔少嘅一個便利。根據羅湖區政府前幾日嘅公布，羅湖區正喺度全力推進羅湖口岸嘅一個升級改造，探索將香港東鐵線突然引入羅湖境內，並興建一地兩檢嘅羅湖口岸，實現香港東鐵線從深圳核心區羅湖直達港島核心區，只需要50分鐘。根據之前規劃，當香港羅湖站不延入深圳後，新羅湖同香港上水之間將增設羅湖南站。一旦東鐵線不延至羅湖口岸，未來深港兩地聯繫更加之緊密，有望輻射周邊區域，口岸物業價值即將得到提升。深圳居住嘅港人咧可以搭乘東鐵線到港島上班，港人北上消費遊玩，訪港遊客南下打卡，雙城居民訪親通勤將更加高效便捷。緊鄰新港邊界的過境土地 B1 地塊，將打造戰略性新興產業同現代服務業跨境合作示範園區，對接香港北部都會區，以生命健康、跨境金融、國際貿易為主，積極發展人工智能、跨境保險、跨境電商、醫療器械等高附加值產業，佈局嶄新產業、未來產業，未來將吸引深港兩地大量人才湧入。羅湖區的14-5規劃中都提到，將全面增強口岸軌道交通能力同公交線路覆蓋，全面構建深港一體化交通網絡。其中明確提出，推動香港東鐵線不延至羅湖口岸，引入江新高鐵、廈新高鐵、廣深港高鐵等線路，暢通香港同內地的雙向聯繫。羅湖口岸重建後，同深圳站高鐵樞紐無縫對接香港，成為一個集鐵路、城際、城軌、口岸於一體嘅世界級門戶。香港北部都會區疊加深圳的口岸經濟帶嘅加速推進，深港協同發展邁向重心。深港口岸物業的高資源、高價值、高前景特質，更係吸引咗大批城市精英投資置業。大中華環球金融中心西南面咧就係深圳高鐵站同羅湖口岸，緊鄰香港北部都會區同 B1 地塊，對口岸經濟帶核心位置，地鐵1號線、9號線、17號線三線交匯，將憑借獨特嘅地理優勢，承接深港融合時代發展紅利。